因为上面欺负了他，伤害了他，这一让国外国人或者后面他会伤害一样，实际上是恶性循环的。所以各位不希望生命来的，什么叫爱希望呢？复活的希望。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在美国拿了都是家里的熊猫，他很努力哦，拿了都是为了改革大学研究。刚结婚生了小孩不到3岁，他就可以学活癌。活癌以后一生他最后3个月就要死掉。结果我看他的手很干瘪，他说你给我休息的天下印证。我这一辈这么努力，我回到我的国家，医生说我只能像这个工作，我知道吗？各位，他不知道，我就问他，说你想想看，你这一辈子，你有没有啥这样特别多？你想想看。第一次我看他的时候，他掉头给我说，为什么？他在美国有家里什么？他寄住在人的工厂里面，这样可以省了住宿费，多一点义工，换点学费。很少现在美国有些不是很真是喜欢的。然后不晚上他进入在工厂里面啊，很多老鼠在手上睡觉。结果美国会有老鼠吗？美国有什么老鼠夹？他就买了很多老鼠夹，但是注意写的加强老鼠夹的刚力，然后放在他的床底下，晚上他老鼠。早上起来真的啊，这老鼠的脖子被蚕丝压死了嘞。在美国就有了，你看他杀死多少老鼠？各位，他现在活的癌细胞是什么样的？老鼠，不会睡觉还做老鼠，有些才做人，有些活在他身上的细菌来保护他，这个叫细微感染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跟我的同学说，要在里面，你可在好好的上，然后我就在说，不要再读了，赶快就地去了。你到市场看，看哪些动物相对更多是尽量做，哎，鸡、鸭、鹅，就在美国最后是哪一个火鸡啊？每一年的平安夜，我们的这些平安夜，这些火鸡都平安多喜。然后平安夜完以后，发生南亚大海啸，因为人类
现在回来了，我碰到水或者气，我碰到气或者燃烧，今天细菌传染病，一个人有杀生，一个人传染病几个月，你是细胞，马上就会燃烧，了解吗？今天你没有杀生，那今天我来了，那么马上是你，某个人跟某个人会死，有人会死。今天你被周围包围的水，小偷会到你家。今天这个包围的水，你把10块钱的衣服都给包围了。你这辈子包围包围的水，上辈子包围的水，你把1万块钱的水到抽屉里面摆了1个礼拜，你知道吗？没人拿，对吧？你没有收到的基因，了解吗？所以我觉得我讲这个地方啊，请你相信，万一你长大碰到的是不如意的事情，不要怪天怪地怪鬼怪谁，怪自己的自作自受。自作自受。知道吗？记住这句话，尤其像男生长得帅帅的啊，会有高一朋友不好看的甩掉。哎，你以为甩掉的那次啊，你将来生大儿子是同性恋，生了你是当时啊，别高兴啊，这都把他弄死了。所以各位记住啊，因为对方在找我哭啊师傅啊，我这辈子对我先生这么好，我先生在搞外遇，在打我，哎呀，天地风雨啊，我对我公公都不孝顺，这个说啊，你想想看啊，你还没有跟先生结婚之前怎么样？然后你看看你妈妈，然后你上辈子自己的喜欢风花雪月，这样子乱搞男女问题，再或者上辈子搞协议，这一辈子婚姻好，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啊，像你小朋友这个小狗是在包来打，然后打算结婚以后你先生打人，为什么？你会知道，哎，我上辈子被你打，这辈子我还做你先生，换了打，生命不断的，所以各位记住，来，你想为了生命，千万不能自杀，不能叫别人杀，你不要知道你身边人杀，心态。我朋友我说好，你还不要找别人的杀猪啊，还提高我人杀神猪，我还能我看，这个叫什么？随时杀别人的杀猪，旁边的杀，你往往有出问题。所以要怎么办呢？你要看到人杀的时候啊，你就比如说要有你的耐心啊，无言，知道吗？啊，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字，不要把这个写来，轰他们对你轰。
故事内容写到一些回看到地方，我们